从 YouTube 频道里面的社群贴文哦，贴上这个影片标签。你看有井字号的，后面那个字就会变成超连接的功能，点按下去啊，就会连接到有上传到 YouTube 公司的那个影片哦，世界各国的。现在做测试，现在有没有看到有变绿色字啊？有井字号怀旧有没有？按下去，哦，你看6007部的影片，836个频道，怀旧的哦，歌唱的也有呢，还有同文呢。古早的东西啊，古早的物品啊，古早的文物啦，古早的农具啦，古早的车辆啦，古早的玩具啦，古早的商品啦，古早的电器用品啊，收录音机也有古早的车，古早的店铺，古早的糖果，古早的商品，古早的游戏，古早的景观，古早的活动，古早的怀旧的食品糕点，古早的歌曲，歌星啊，古早的过新年景观啊，古早的。会不会观看次数很多的？观看次数很多的可以研究看看。要提倡吃素的了，古早的点心，古早的游戏，你看，古早的游戏，要提倡吃素的了。素食环保救地球，怀旧玩具大集合，古早的，那很多都是中文的呢。怀旧的很多都是中文的，外国人不会用怀旧这2个字啊，这个有井字号加上中文怀旧啊，所以是标题是中文的，繁体中文。除夕夜，过年了。